有一个指照正在悄悄地让台湾人看起来老了7到10岁，而大多数人都轻视了它。这不是皱纹，不是斑点，而是眼袋。每天早上，当你照镜子的时候，你是否注意到眼睛下方那2个肿胀的带子？它们可能是淡淡的，也可能已经明显到让你看起来疲惫不堪。你可能以为眼袋只是睡眠不足的结果，或者是老化的自然现象。你可能已经买了各种昂贵的眼霜、精华液，甚至考虑过医美疗程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真相：眼袋越大，你的皮肾就越虚弱。这不是美容问题，而是健康警讯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很多人把眼袋当成单纯的外观问题，却不知道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严重的脏腑失调。当你的内脏出现问题时，眼袋只是第一个警讯，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更多健康危机。如果你没有看完这支影片，你可能正在忽视身体发出的最重要健康警讯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同时让我知道你是从哪里收看的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提出。我是中医师林建和，在台北执业超过35年了。这些年来，我看过成千上万的病患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以为眼袋只是皮肤的问题，他们花了大把钞票在保养品上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根本解决。但实际上，皮肤只是窗户，真正的问题藏在脏腑里面中。有一句话说，有诸内必行诸外，意思是内在的问题一定会反映在外表上，眼袋就是这样的反应。我常常被问到，林医师，为什么我已经用了最好的眼霜，眼袋还是消不掉？为什么我明明睡得很充足，早上起来眼袋还是那么明显？为什么有些人从年轻就有眼袋，而有些人到了中年才出现？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你的脾和肾出了状况。不同的眼袋类型反映出不同的脏腑问题。如果你能够正确判断自己的类型，就能找到最有效的解决方法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跟你分享7个重要部分。我会教你如何分辨3种不同类型的眼袋，因为每一种类型都需要完全不同的治疗路径。我会告诉你每种类型的具体特质、形成原因以及最有效的调理方法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告诉你，你的身体正在向你求救什么。这些讯号如果被忽视，可能会发展成更严重的健康问题。请听到最后，因为这可能改变你对自己健康的理解，甚至改变你的生活品质。让我先跟你分享一个会让你恍然大悟的真相。在中医理论中，眼睛周围的区域属于肉轮，直接对应到脾脏和肾脏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几千年临床经验的总结。当脾虚弱时，湿气就会积聚；当肾衰退时，水液就无法正常运行。让我更详细地解释这个机制。在中医的五轮学说中，眼睛被分为5个部分，分别对应5脏。而眼睑，特别是下眼睑，就属于肉轮，主管脾脏。同时，眼睛的整体光泽和精神又与肾气息息相关。所以，当你看到眼袋时，其实就是在看到脾肾功能的外在表现。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脾脏就像是身体里的物流中心，负责运送所有的水分和营养，它掌管着运化的功能。把食物转化成气血，把水分输送到全身各处。肾脏则是提供能量的动力引擎，推动水运系统。运作中一说，肾主水，意思是肾脏控制着全身水液的代谢。当这个系统出问题时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一栋大楼的排水系统坏了，
水汇集在哪里？一定是最低楼层，对不对？因为重力的关系，水总是往下流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脾肾功能下降，水液代谢失常，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地方就是眼袋位。什么是眼睛下方？因为这里的组织最松软，最容易积水。但这些不是全部。中医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做气化。什么是气化？就是透过脏腑的能量，把水分转化、输送、排出的过程。脾主运化，负责把水湿向上输送；肾主蒸腾，负责把水液向上气化。当这两个脏器虚弱时，气化功能就会下降，水分就会停滞在下焦，最终反映在眼袋上。我必须承认，年轻时的我也曾经以为眼袋只是美容问题。直到30多年前，我在台南遇到我的第一个眼袋病患，他的下眼睑肿胀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。那时候我刚从中医学院毕业不久，还是用比较单纯的角度看待疾病。那时候我才开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。我翻阅了大量古籍，发现《黄帝内经》早就说过，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，腰以下肿，当利小便。这些古人的智慧完全解释了眼袋的形成机制。我发现眼袋的形成就像交通堵塞一样，血液就像车辆，血管就像道路，而脾肾就像交通管制中心。当脾肾虚弱时，就好比道路损坏，管制中心失灵，车辆堵塞，水分滞留。这个滞留的水分，最后就会堆积在眼睛下方，形成我们看到的眼袋。这个发现完全改变了我的诊疗方式。我不再只看表面的肿胀，而是开始探究背后的根本原因。我开始问病患更多问题：你的消化好不好？你会不会觉得身体沉重？你的小便正常吗？你怕冷还是怕热？这些看似跟眼袋无关的问题，其实都在帮助我判断脾肾的状态。记住这个核心概念，所有类型的眼袋追根究底都要回到两个脏器，脾和肾。但是不同的眼袋类型代表不同的脏腑失调模式。有的人是脾虚为主，有的人是肾阳不足，有的人是肾阴亏损。每一种类型的表现不同，治疗方法也完全不同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用了某种方法有效，但你用了却没效，因为你们的体质根本不一样。接下来我要教你如何分辨这3大类型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内容，请仔细听。请你想象一下，你的脸就像一块海绵挂在洗手台前面。当脾脏虚弱时，水分从上往下流，最后积聚在底部，也就是眼睛下方的位置。这就是第一种眼袋类型，脾虚湿积型。这种眼袋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特质，我要一一详细说明，因为只有正确判断才能有效治疗。第一个特质，眼袋是软的，按下去会凹陷，松开后慢慢恢复。这种质地告诉我们，里面积的是水分，不是脂肪。如果是脂肪型的眼袋，按下去是不会凹陷的。第二个特质，早晨起床时最明显，到了下午可能会稍微消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晚上躺着睡觉时，身体是平的，水分更容易积在脸部。起床后，随着活动，水分会慢慢往下移动，所以下午眼袋会稍微好一点。但如果你的脾虚很严重，即使到了下午，眼袋还是很明显。第三个特质，你的舌头看起来肿胀，舌苔是白色的，这是判断脾虚湿肾最重要的依据。打开嘴巴，伸出舌头看看，如果你的舌体比较胖大，舌边有明显的齿痕，就是牙齿压出来的痕迹，舌苔白白厚厚的，那就确定是脾虚湿困了。第四个特质，整个身体感觉沉重、疲倦，好像穿着湿透的衣服，你会觉得四肢沉重，
早上起床特别困难，总是睡不饱。这种疲倦感跟熬夜的疲倦不一样，是一种失重的感觉。除了这4个主要特质，脾虚湿积型还常常伴随着其他症状，大便不成形，容易黏马桶，食欲不好，吃一点就胀，容易水肿，特别是下午的时候小腿会肿，女性白带较多，而且质地清晰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那么你的问题就是脾虚无法运化水湿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张婉玲小姐42岁，住在新竹，她每天都要喝一杯冰奶茶，这个习惯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她觉得喝冰的才过瘾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，一天可能要喝2、3杯。当她第一次来找我时，她的眼袋大到让她看起来像是长期失眠的人。她说她已经试过各种眼霜，甚至做过眼部 SPA， 但都没有效果。我仔细观察她的舌头，发现舌体肿大，舌边有明显的齿痕，舌苔又白又厚，就像一层湿面粉铺在上面。我问她，你是不是特别爱吃冰冷的东西？她点点头说，我每天下午都要喝冰奶茶，不然会觉得没精神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吃生菜沙拉，觉得比较健康。我告诉她，就是这些习惯在伤害你的脾胃，冰冷的饮料会直接损伤脾阳，让脾的运化功能更差。生冷的食物也是一样，虽然看起来健康，但对脾胃来说是很大的负担。我只给了她一个建议，把冰奶茶改成温的，并且减少糖分。如果真的想喝，至少要等到常温，同时暂时不要吃生冷食物，改吃温热、容易消化的食物。3周后，她再来复诊时，眼袋已经消了一半，她的整个气色都变好了，脸色不再那么苍白浮肿。她惊讶地说，林医师，我没想到只是改变喝饮料的方式就有这么大的效果，而且我发现我的大便也变得比较成型了，人也比较有精神。这就是脾虚湿积型最重要的特点。台湾的气候本来就潮湿，特别是春天和夏天，湿度常常超过80%。如果你又常吃冰冷食物，就很容易造成脾虚湿困，这是台湾人最常见的眼袋类型。很多人以为眼袋是因为疲劳，所以拼命用眼霜、精华液，甚至去做医美疗程，但这些都治标不治本，因为问题的根源在内脏，不在皮肤。真正的解决方法是从调理脾胃开始，让脾恢复运化水湿的能力。只要脾胃功能好了，眼袋自然就会消失。如果你的眼袋不只是肿，而且颜色很深，看起来像挂着2个寒冷的证明在眼睛下方，那么有80%的几率你是肾阳虚。这是第2种类型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。很多人以为眼袋颜色深只是黑眼圈，其实这背后代表的是更严重的问题。肾阳虚型的眼袋有这些特质，请仔细对照。第一，眼袋又肿又黑，颜色明显，比周围皮肤深。这种深色不是熬夜造成的黑眼圈，而是一种灰黑色暗沉的感觉，看起来没有光泽。第二，你特别怕冷，即使在夏天也觉得手脚冰凉，冷气房对你来说简直是折磨。别人觉得刚好的温度，你已经冷得要穿外套。冬天的时候更严重，手脚像冰块一样，怎么暖都暖不起来。第三，腰部和膝盖经常酸痛无力。中医说腰为肾之府，肾虚的人一定会有腰酸的症状。你可能早上起床时腰特别僵硬，需要活动一下才能缓解。膝盖也容易酸软无力，走路或爬楼梯时特别明显。第四，晚上要起床小便2到4次，甚至更多。这是肾阳虚最典型的症状之一。因为肾阳不足，无法固摄水液，所以夜尿频繁。
这不仅影响睡眠品质，也让身体更虚弱。除了这些主要症状，肾阳虚还可能出现精神疲惫，总是提不起劲，性功能减退，男性可能阳痿早泄，女性性欲低下，大便偏软，甚至清晨腹泻、五更泻，舌体淡白、舌苔薄白、舌质偏胖嫩，这些症状加起来就是明确的肾阳不足。我记得有一位病患陈国栋先生，58岁，住在桃园。他是货柜车司机，长年开夜车，经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有时候一趟要开10几个小时。这种工作形态对肾阳的损耗特别大。当他来找我时，他的眼袋不止大，而且颜色非常深，看起来像是长期没睡觉的人，整个人的气色也很差，脸色发暗，没有光泽。但他告诉我，他每天都睡足8小时，休假时甚至睡更久，但眼袋还是消不掉。我检查他的脉象，发现脉沉而无力，这是典型的肾阳虚。我又看了他的舌头，舌质淡白，舌体胖嫩，舌苔薄白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腰很容易酸，晚上要起来上厕所好几次，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冷？他惊讶地说，林医师你怎么知道？我还以为这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。我的腰已经酸了好几年，每天晚上至少要起来尿3次，冬天的时候手脚冷到连方向盘都握不住。我告诉他，这不是正常老化，这是肾阳虚弱的警讯。你长期开夜车，损耗肾阳，久坐又伤肾，加上可能饮食不当，所以肾阳越来越虚。我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每天晚上用温水泡脚15分钟，水温大约40度，要泡到小腿微微出汗。泡脚的时候可以加一些生姜片或艾叶，增强温阳的效果。同时，我建议他调整饮食，多吃一些温补的食物，少吃生冷。3周后，他太太打电话给我说，林医师，我先生的眼袋真的明显变小了，而且他说腰也没有那么酸了，晚上起来尿尿的次数也减少了。后来他持续调理了3个月，不止眼袋消了大半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很多。他说他开车的时候不再那么容易疲倦，腰也有力多了。肾阳虚型跟脾虚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颜色和温度。肾阳虚的眼袋颜色深，身体寒冷，肿胀时肩长，而且常常伴随腰膝酸软和夜尿频繁。这种类型需要温补肾阳，绝对不能用寒凉的方法。如果你用了消肿的凉性药物或食物，只会让肾阳更虚，眼袋反而更严重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第3种类型。如果肾阳像火焰，那么肾阴就像水。当阴液不足时，火就会往上窜，导致眼睛前色、眼窝凹陷、眼圈带逐热性的暗沉。这就是肾阴虚火旺型的眼袋。这种类型跟前面2种完全不同，需要特别注意。这种类型有非常明显的特质。第一，手心和脚心经常发热，特别是晚上，你可能会发现睡觉时总是想把手脚伸出被子，外面因为里面太热了，这种热不是发烧，而是一种从内往外的燥热感。第二，失眠，很难入睡或睡眠很浅，你可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子里想东想西，就是睡不着，即使睡着了也很容易醒来，而且醒来后很难再睡着。这种失眠跟压力造成的失眠不太一样，是一种因为阴虚内热而导致的不安宁。第三，口乾舌燥，常常想喝水，你会发现自己总是觉得口渴，喝了水也不太能解渴，舌头看起来红红的，舌苔很少，甚至没有舌苔，这是典型的阴虚表现。第四，眼窝凹陷，眼圈颜色暗沉，但带住一种燥热感。这种眼袋跟肾阳虚的不一样，肾阳虚是肿胀的、冰冷的，而肾阴虚是凹陷的、前燥的。
看起来像是眼睛被掏空了一样，没有光则暗沉无神。除了这些主要症状，肾阴虚还常常伴随盗汗，特别是睡觉时容易出汗，腰膝酸软，但是伴随着燥热感、便秘、大便前结、耳鸣，特别是在安静的时候，头晕目眩，有时候会有烘热感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那就是肾阴不足、虚火上炎。这种类型在现代人中越来越常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特别容易耗损肾阴，长期熬夜是最大的元凶。中医认为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当令的时间，也是身体修复、滋养阴液的时间。如果你这段时间不睡觉，就会直接损耗肾阴。另外，工作压力大、思虑过度，也会耗损阴液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，身体会消耗大量的精气神，最后就会导致阴虚。还有过度使用电子产品，特别是在暗处看手机或电脑，也会伤害阴液中一说久视伤血，长时间用眼会消耗肝血和肾精，最终导致阴虚。肾阴虚型跟肾阳虚型最大的差别在于，阳虚是眼袋肿胀、颜色深、身体寒冷、怕冷；阴虚是眼窝凹陷、眼圈暗沉、带热感、身体燥热、怕热。这两种完全相反的体质，需要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。如果你把阴虚当阳虚治，用了温补的药物，只会火上加油，让症状更严重。反过来，如果把阳虚当阴虚治，用了寒凉滋阴的药物，只会让阳气更虚，身体更冷。所以，正确判断自己的类型是治疗的第一步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步。现在我要公布完整的3路径解决方案。第一路径，健脾化湿；第二路径，温肾补阳；第三路径，滋阴降火。只要你能正确判断自己的类型，并且按照对应的方法调理，3到6周就能看到明显的进展。这不是空口说白话，而是我35年临床经验的总结。我看过太多病患，只要方法对了，眼袋的改善速度常常让他们自己都惊讶。第一型，脾虚湿积调整饮10加，3个穴位。首先，你要做的是调整饮食习惯，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戒掉冰冷食物，特别是冰饮料和冰淇淋。很多人觉得夏天喝冰的很舒服，但其实这是在直接伤害你的脾胃。脾喜温恶寒，冰冷的东西会直接交西脾阳，让运化功能更差。不要再喝奶茶，尤其是加了很多糖的。那种奶茶里的糖和奶精都会助湿，让脾胃的负担更重。如果真的想喝，可以改喝温热的红茶或绿茶，不加糖。你应该多吃这些食物。山药健脾益气，补而不腻，是脾虚的首选食材，可以煮山药排骨汤，或是蒸山药当点心吃。薏仁利水渗湿，健脾止泻，可以煮薏仁水喝，或是加在饭里一起煮，但要注意薏仁偏凉，煮的时候可以加一些红枣或桂圆来平衡。茯苓健脾利湿，宁心安神，可以用茯苓粉泡水喝，或是买茯苓饼当零食。莲子补脾止泻，益肾固精，可以煮莲子汤，或是加在粥里一起煮。这些食材都有健脾利湿的作用，长期食用可以慢慢改善体质。接下来每天按摩这3个穴位，每个穴位按3到5分钟。足三里在膝盖外侧下方4指宽的位置，是健脾胃的第一大穴。按这个穴位可以增强脾胃功能，促进消化吸收。按的时候要稍微用力，感觉到酸胀感最好。丰隆在小腿外侧中间，大约在膝盖和外踝连线的中点，这是化痰湿的特效穴，
对于脾虚湿盛特别有效。每天按摩这个穴位，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湿。阴陵泉在小腿内侧膝盖下方的凹陷处，这个穴位专门排除下肢水肿，对于脾虚引起的眼袋也很有帮助。第二型肾阳虚衰，温补加黑色食物加泡脚。对于肾阳虚的朋友，你需要温补肾阳，同时避免寒凉，多吃黑色食物，因为黑色入肾。黑芝麻补肾益精，润肠通便，可以每天吃1汤匙黑芝麻粉，或是把黑芝麻炒香后撒在饭上。黑豆补肾益，因健脾利湿，可以煮黑豆水喝，或是把黑豆煮熟当零食吃。羊肉姜汤，羊肉性温，能温补肾阳，加上生姜一起煮，温阳的效果更好。冬天的时候，每周喝1-2次羊肉姜汤，对肾阳虚特别有帮助。核桃温补肾阳，润肠通便，每天吃3到5颗核桃，长期坚持可以改善肾阳虚。这些食物都能温补肾阳，让身体慢慢暖起来。每天晚上用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水温大约40度，要泡到小腿微微出汗。泡脚可以温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肾阳虚特别有帮助。泡脚的时候可以加入这些材料：生姜温阳散寒，可以用5到10片生姜；艾叶温经止血，散寒止痛，可以用1小把艾叶；肉桂温补肾阳，可以用10克肉桂。同时按摩这3个穴位。肾俞在腰部第2腰椎旁开2指宽，是补肾的主穴，可以每天早晚用手掌搓热后按摩腰部的肾俞穴5到10分钟。命门在腰部正中，肚脐对面的位置是生命之门。这个穴位对于温补肾阳特别重要，可以用热水袋温敷，或是用手掌搓热后按摩。涌泉在脚底前1/3凹陷处是肾经的起点，泡完脚后按摩涌泉穴可以引火归元，让虚火下降。第3型肾阴虚火旺，增加津液加规律作息。对于肾阴虚的朋友，最重要的是滋阴降火，同时调整作息，一定要在晚上11点前睡觉，这是养阴的黄金时间。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经当令，也是身体修复阴液的时间。如果你错过这段时间，再怎么补也补不回来。多吃这些滋阴食物，枸杞滋补肝肾，益精明目，可以每天用10到15克枸杞泡水喝。麦门冬养阴润肺，清心除烦，特别是核阴虚内热、失眠的人，可以用麦门冬泡茶喝，每次3到5克。桑葚滋阴补血，生津润燥，可以吃新鲜桑葚或是喝桑葚汁。百合养阴润肺，清心安神，可以煮百合粥或是用百合炖汤。银耳滋阴润肺，养胃生津，可以煮银耳莲子汤，是很好的滋阴甜品。可以用枸杞和麦门冬泡茶喝，每天1杯。这个茶饮可以滋阴降火，改善失眠和口前的症状。按摩这2个重要穴位，太溪在内踝后方凹陷处是补肾阴的第1大穴，每天按摩这个穴位5到10分钟，可以滋补肾阴，引火归元。三阴交在内踝上4指宽，是肝脾肾3条阴经交汇的地方，是滋阴的特效穴。这个穴位对于女性特别重要，可以调理妇科问题，同时滋补阴液。记住最重要的原则，没有人的体质是完全相同的，你一定要先正确分类，然后选择对应的治疗方式。千万不要看到别人用什么有效就跟着用，因为体质不同，方法也要不同。有时候别人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，调理身体需要时间和耐心。
不要期待一夜之间就能看到效果，但只要方法对了，坚持下去，你一定会看到改变。当你的脾脏强健、肾气充足时，身体里的水液运行就会像阿里山的清澈溪流一样顺畅。到那个时候，眼袋自然就会消失，你的眼神会变得明亮有神，脸色会变得红润有光，则整个人看起来会年轻好几岁。这不是梦想，而是你身体本来就有的能力。我们的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只要你给它正确的环境和养分，它就会自己调整回来。很多人以为眼袋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，他们觉得年纪大了就是会有眼袋，这是自然老化的过程。但我要告诉你，眼袋不是宿命，它是一个讯号，它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主人，我需要帮助，我的脾胃太累了，我的肾气不足了，请你好好照顾我。只要你读懂这个讯号，并且给予正确的回应，你的身体一定会回报你。我从事中医工作超过30年了，在这些年里，我看过无数的病患从疾病中康复，有些人的眼袋严重到影响外观、影响自信，甚至影响工作和人际关系。但经过正确的调理，他们不止眼袋消失了，整个人的健康状态都改善了。我一直深深相信一件事，人体是非常诚实的，只要你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它，它就会加倍回报你。你对它好，它就对你好；你伤害它，它就会用疾病来提醒你。但是你要有耐心，身体的调理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完成的，你需要给它时间。就像种树一样，你不可能今天种下种子，明天就期待它长成大树。你需要每天浇水、施肥、照顾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它才会慢慢成长。调理身体也是一样，你需要持续的调整饮食、按摩穴位、改善作息，经过一段时间，身体才会慢慢恢复。我建议你至少坚持3到6个月，你会看到真正的改变，不只是眼袋变小了，你的整体健康状态都会提升。让我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讲的3种眼袋类型。第一，肿皮虚湿畸形，眼袋软，早上明显，舌苔白腻，身体沉重，需要健脾化湿，戒冰冷，吃山药、薏仁、按摩、足三里。第二种，肾阳虚衰型，眼袋黑，身体寒，夜尿多，腰膝酸软，需要温补肾阳，吃黑色食物，泡脚、按摩，肾鱼涌泉。第三种，肾阴虚火旺型，眼窝凹，眼圈暗，身体燥热，失眠口乾，需要滋阴降火，早睡，吃枸杞、麦冬，按摩太溪、3阴交。如果这支影片帮助你认识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你不只是在分享一支影片，你是在帮助他们找回健康，让他们看起来年轻好几岁。特别是你的父母、你的长辈，他们可能正在为眼袋或其他健康问题困扰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记住，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中，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身体，也没有人能代替你照顾你的身体。从今天开始，仔细观察你的眼袋，判断自己的类型，然后开始调理。3个月后，你会感谢今天做出改变的自己。祝福你，也祝福所有正在看这支影片的朋友们，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的身体、明亮的双眼和美好的人生。